由 UC Irvine 所主導嘅 The 90 Plus Study 研究報告裏邊咧，通過採集2000位90歲以上嘅長者咧嘅問卷調查同埋持續跟蹤報告，再對佢哋嘅記憶同埋認知能力進行分析咧。研究表明啊，無論男定係女，有40% 嘅90歲以上嘅長者咧係有失智症，而接近80% 嘅長者咧喺生活自理方面咧有困難。與之形成鮮明嘅對比咧，係我哋今日嚟到南灣一位長者嘅屋企。佢雖然已經年過90啊，但睇起嚟咧比實際嘅年齡咧年輕好多。唔單止行動之餘，仲依然熱衷於呢個社區事務，而且有住充實豐富嘅精神生活，完全唔會有孤獨嘅感覺。咁樣佢嘅秘訣到底係啲乜嘢嘢呢？我今年足92歲就歪到93啦。而家我好多朋友億萬富翁，我能夠俾一半身家你講笑嚇，係講明到啊！我能夠跟到你，保證得到你咁樣嘅，我都願嗰啲係講笑，即係話你用錢係買唔到。喺80年代由中國中山移民到美嘅劉文光先生，喺當地從事教育工作超過30年，做咗15年教師，咁跟住咧將我提升就教咗主任，又做咗8年。咁做完8年之後呢，因為自己向個學校嘅表現基本上係令到組織上上級滿意咧，咁將我提拔咗做校長。之後光叔擔任校長長達7年，喺50幾歲嘅時候有機會移民，但人屆中年離鄉別井，佢當時亦都猶豫咗好耐。咁我好慘喎，咁嘅年紀盲蓖啞，又唔識英文，乜點識咩？你點啊？嗰陣我先學到真好大，不過為咗仔女。嚟到美國之後定居於聖荷西嘅光叔喺呢邊嘅語言同埋文化都好唔適應，一時間感到無所適從。又唔敢出街，又唔會同你講話左右隔離通都係西人，係咪啊？咁好慘。後來有朋友帶光叔去咗三藩市華埠，喺呢次嘅體驗裏邊，徹底改變咗佢之後喺美國嘅生活。唐人好多唐人噶咯，嗰時就哇！我睇見啦，嗰啲商店嘅招牌，通通係寫中文嘅，我話哎呀，好似我咁啊高興啦咁啊帶到我自己嘅堂所嗰度，即係中山盧勝嗰個建屋中心會嗰度。嚟到華埠之後嘅光叔對呢度嘅一切感到非常之親切，對移民生活亦都開始有所改觀。喺公所裏邊，佢亦都遇到喺中山時候已經認識嘅同鄉。哎呀，劉偉光，你嚟到啱晒咯！你又做個校長，又寫得又嗰支筆又得啦，你同我做個司機啊！就係咁，光叔開始喺華埠社區團體擔任書記嘅職務，而且一做就幾十年啦，擔任過唔同嘅職位。而家都好多間啦，嗱，都成10間嘅。建屋中心係我哋中山噶啦，同善堂好大嘅6000幾會員啦。咁啊，同善堂咧，我喺度前任主席啦，而家喺度係做總理總務咧，差唔多好多係尊重我。時至今日，光叔依然活躍喺各大公所團體同埋社區事務。佢而家作為多個團體嘅顧問，每個星期至少有3日都要去到屋崙同埋三藩市開會㗎。每次出年我淨係喺路上嘅時間，你花4個鐘。嗱，我揸車就去到北站。布里亞即係西嗰個北站，布里亞薩咁我就坐搭車去，咁去屋崙又得，去三藩市又得咯。唔好睇光叔90幾歲，上年佢先至更新駕駛執照咋，考試仲攞滿分添啊！不過雖然成日周圍去，但係對於安全方面光叔其實都好謹慎嘅，唔會俾屋企人擔心。而佢成日都會喺唐人埠幫屋企人買埋餸先翻屋企添啊！因為一嚟咧就年紀大咗，啲心仔唔俾我切，可以飛圍。咁我去到北站咪得咯，所以我講話，我去到北站，我就去到整個世界都得。為社團服務成為咗光叔晚年生活一個好重要嘅精神寄託。幾十年如一日，盡心盡力。
因為唔單止幫到社區，亦都將佢嘅生活變得更加充實。喂，你要拍賣好冇？不過我又好樂意咁樣做，一嚟幫助公家。而家時時好多人攞我啲一啲毛筆字嘅喎，我送好多啲人嘅。咁但係自己開心，我又開心。我覺得晚年係咁樣度過咧，人生有一定嘅意義。除此之外咧，得閒嘅時候咧，光叔其實都有一個好大嘅興趣嘅，就係寫得一手引人讚好嘅書法。嗱，嗰3個數字咧就好多人咧，我話你中意邊個啊？連總領事、副總領事同埋市長。中文社市場都係，我要嗰個3個俾佢揀，好多人揀咗嗰個，因為嗰個行籌，即係作為中國字嘅毛筆字咧，佢又壯觀又得體。一陣我俾啲先啲相俾你，佢學到我㗎。光叔嘅孫仔阿 Brian 咧喺美國土生土長，受到外公影響咧，同佢學習書法之後咧，而家都寫得一手好靚嘅毛筆字喎。你阿爸講，哎，我聽我哋嘅孫仔寫字好叻喎，要練成那樣子嘅水平就好。嗱，有陣時咧，我哋會聽到後生嗰一輩咧，覺得同啲公公婆婆或者爺爺嫲嫲話題唔多。但係對於光叔同埋 Brian 嚟講咧，有一個可以令到佢哋兩爺孫兩輩咧一齊共同交流嘅愛好咧，唔單止令到家人之間感情連結更加緊密，亦都令到光叔咧精神更有寄託，心境亦都變得更加年輕。一仔一女，個仔呢斜對面，隔3家斜對面，亦都好孝順。光叔嘅仔女咧，雖然咧已經各自組織家庭，但係佢哋都冇選擇去搬去第二啲城市，而係選擇住喺父母附近。咁就煲到啲湯啊，整到啲靚餸啊，就行2步過嚟，新抱啊仔啊，都先嚟咁。光叔嘅太太咧都已經90歲啦。2023年嘅年底咧，光叔代表公所咧返到中山作交流。嗱，本來今年都要去嘅，但係因為唔放心阿劉太嘅血壓咧，所以就婉拒咗。我而家成日去邊度，我拉住佢嘅，就唔係話佢老咗啦，唔做得嘢啦，我頭先唔應該嚇。因為呢個夫妻嚟講，你陪伴你一世，陪伴你一生，係最親近嘅，係仔代替唔到嘅，跟女代替唔到。無論身體狀態、行動能力定係溝通表達方式嚟講咧，光叔睇起嚟都係淨係似60幾歲啫。嗱，比起實際年齡咧，足足年輕咗幾十歲。我亦都好好奇，究竟佢嘅不老秘訣到底係啲乜嘢嘢？我冇嘢，唔係叻啊，唔係叻，一定要多動。運動咧，我就咁樣嗱，一個就出活動啊，我日間啊，我響度啊，俯臥撐10下㗎。你哋3下都唔得。光叔認為老人家咧要選擇一個自己感興趣嘅項目，然之後咧持之以恆，俾自己嘅身體同埋頭腦咧都保持一個非常之靈活嘅狀態。除此之外咧，真正嘅運動亦都非常之重要嘅喎。我喺屋企咧，我咩都做嘅，抹地、買餸、整餸。我中意整啲餸，因為我開個餐館啊嘛，整餸。洗碗碟、洗衫、穿衫，我仲係喜歡喐。嗱，嗰個檸檬嚟嘅，嗰棵檸檬結好多果。整個後院嘅花草樹木咧，光叔都堅持自己親力親為咁打理。正因為咁多年嚟都一直保持住多個運動嘅習慣咧，光叔喺忙碌而充實嘅生活裏邊咧，反而越嚟越精神。你學得我咁樣肯活動，你就將延長自己嘅生命力。呢個係咁，冇得好講嘅，天唔會賜俾你嘅。總括嚟講咧，光叔將佢嘅健康同埋長壽秘訣咧，總結為基因、心態同埋多動。而佢認為長者只要掌握後面嗰2點啊，晚年生活一切皆可能。心態，即係我心態同人一樣。嗱，呢個世界我對嘅老婆都講，一種米養百幾種人嘅，脾氣唔好嘅呢個笨氣嘅耿耿於懷嘅，一句都藏唔低嘅，特別觸發5嬸嘅，嗌咗2句見你一世嘅，所以我教人個2大。光叔面上嘅笑容，說話興奮時嘅手舞足動，呢種熱情同埋活力，亦都深深咁感染咗我哋。
光叔唔會有孤獨感，係因為佢已經揾到晚年嘅精神寄託同埋意義，仲有嚟自屋企人就近嘅陪伴同埋關懷。因為你一個人咧學到老做到老，能夠企上企住做嘅，你都唔好坐住。